Hello， 大家好，我係港在灣區嘅 Hugo。咁今日嚟到咗珠海金灣嘅航空新城呢一度，介紹翻一套別墅俾大家。咁呢一套別墅咧，認真係大件夾抵食啦，因為計翻佢所有嘅實用面積計算落嚟咧，單價為到4000零蚊咧，就可以喺航空新城呢一度攞低一套單邊位嘅別墅花園啦。咁同大家講一講，我而家身處嘅位置就係呢一個別墅裏頭啊。咁你睇下呢一個花園夠唔夠大？你平時喺度跑步都冇問題啊。咁呢一個花園咧，你可以做到一個籃球場啦，做到私人嘅一個游泳池啦，或者種下花花草草咧，都係完全冇問題嘅。齋花園個空間咧，都有接近成300個平方，大家睇到呢一個 L 型位。全部都係你嘅空間吓，咁呢一個別墅嘅話，其實佢嘅地理位置都唔算差噶。喺呢一度出發咧，去到我哋珠海金灣嘅航空新城華商都嗰度咧，都係10分鐘嘅一個車程啦。咁由呢一度出發去到我哋港珠澳大橋人工島或者珠海市區咧，都係僅需要25分鐘嘅車程嘅。咁我哋而家咧，先從門口開始同大家介紹一下呢一套單位嘅戶型格局啦。咁佢嘅花園係非常之大嘅，但係別墅咧，佢需要改動嘅空間都非常之多吓，咁佢入門嘅位置咧，同大家睇一睇啦。咁就喺呢一邊嘅，咁呢一個位置咧係點樣嘅咧？同大家大概講一講個情況啦。咁呢一邊咧入嚟嘅話係一個車位嘅前花園空間啦。咁其實咧，到時候你可以做成一個私人花園啦，或者做成車位都 OK 噶。咁好多業主咧係喺我身處呢一個位置呢一度。咁將呢一個位置做成一個大門啦，咁就可以將呢一度變成一個室內空間啦。咁一開門入嚟咧，就係我哋一個玄關位置啊。玄關位置入嚟就係我哋一個客廳啦。咁客廳咧，其實留意睇一睇佢中空個高度咧，係有成6米幾噶。咁係非常之大氣嘅一個中空客廳啦。咁然之後通過呢一邊入嚟咧，就會有我哋一個樓梯位置啦。咁其實好多人咧，佢係需要裝修嘅時候，將呢個樓梯改咗佢啦，然之後將呢一邊，即係我而家睇到呢一個廁所位，全部揼晒佢進行改動嘅。咁個空間感咧可能會大好多啦。咁入到嚟咧，就係我哋一個廚房空間位置。咁廚房位置喺呢度啦。咁啲後位啊，全部都有噶啦。咁喺呢一度咧，間成一個開放式廚房都冇問題。咁呢一邊咧，就係我哋飯廳嘅位置。咁但係呢一度都有個問題嘅喎，佢就係需要將呢一個框架揼咗佢，然之後延伸出嚟咧，應該係可以多10零個平方嘅。係啦，延伸到呢一個位置。而家我哋呢一個位置，咁呢一度前面嘅空間咧，全部都可以俾你使用埋，作為呢一個室內嘅空間使用啦，就會實用好多吓。咁呢一個咧就係我哋1樓嘅佈局啦。嗱，呢一個就係我哋嘅一個公共衛生間嘅位置。咁咧我哋而家上去2樓望一望個佈局先。咁樓梯咧都算係好行嘅，同埋咧呢一個別墅咧，佢係屬於一個單邊位別墅啊，所以採光通風效果咧係完全唔需要擔心嘅。咁上到嚟咧，同大家講一講呢一個咧就係2樓嘅一個洗手間位置啦。咁呢一度其實咧有啲人咧佢係中意個空間足啲咧，就會喺度鋪多一層過去咧，嗰邊就會可以做多一個套房噶啦。做多一個套房。咁如果你唔需要，你中意個客廳大啲嘅話，咁你就可以唔使鋪啦咁樣。咁過到嚟呢一邊咧，就有一間客房啦。呢一間係客房嚟嘅。咁然之後咧，呢一邊咧，你將來可以揼晒呢一個框架佢延伸出嚟，用埋呢一個千井位，因為佢出邊呢一度有個千井啊。咁呢一個大家可能要自行去想像翻呢一個空間點樣使用啦。咁因為延伸咗之後咧，個實用性就會強好多。咁我見到有啲業主咧，佢係齋2樓咧做左右兩邊咧係做咗2個套房啦。咁然之後呢一個位揼咗之後咧，做成一個偏廳嘅。因為佢將廁所位改咗，佢就唔喺嗰度噶啦。因為我哋呢別墅咧，佢係柱位係只有4個角落頭係有柱位嘅啫，佢中間係冇任何柱位嘅，所以成棟樓中間嘅佈局你可以揼晒佢，全部自己進行修改都冇問題嘅。咁呢一邊咧出嚟就係原先嘅一個露台位置啦。我哋3樓原先嘅一個露台位置，但係咧你係可以封咗個頂佢，大概延伸到3米度啦，封咗個頂佢，然之後呢一度咧就係同頭先大家講嘅千井嗰度都封埋佢咧，呢一度亦都可以做成一個套房嘅效果俾到你啊。
咁然之後對面呢一度咧就係我哋嘅一個主人房空間。咁主人房咧咁其實咧主人房佢原先設計咧係會有翻一個叫做露台喺度嘅，但係好多業主佢都係唔要嘅。呢一個空間都揼晒佢，然之後呢一度咧做翻一個套內嘅空間，或者做翻一個衣帽間咁樣，係啦。咁然之後呢一邊咧就係我哋主人房個洗手間原先二樓嘅一個空間啦。咁全部都係足夠你使用噶啦。咁而家先係第3層嘅喎，咁再上一層係我哋第4層嘅一個天台位置嚇。咁所以咧，你諗下4000零蚊嘅單價。可以買到咁大嘅一個 house， 你攞嚟退休度假自己住咧，完全係冇問題嘅。咁再上嚟咧，其實呢一個格局就等於係一間細嘅儲物房啦。細嘅儲物房俾到你，咁再出去咧就係我哋一個天台位啦。咁天台咧，佢之前開發商有做到一啲即係能源熱水器啦，同埋一啲能源吸電啦嗰啲，其實你到時候可以全部拆晒佢嘅。咁拆晒佢之後咧，將呢啲地方鋪乾淨、整靚仔咧，就會實用好多啦。咁呢一邊咧，其實望翻出去個景咧，都係非常之開揚嘅一個單位。咁呢一套單位嘅話，其實佢個房產證面積咧就唔大嘅。大約咧房產證面積咧係160個平方左右，但係實質你計晒花園以及你實用面積嚟講咧，呢一套單位你可以使用到嘅面積係去到成接近400幾個平方噶啦。咁而家業主開價出嚟咧係238萬，你就可以攞低呢一套別墅花園啦。咁計翻落嚟咧，你首期大概係只需要俾40零萬就可以立低呢一套單邊位別墅，而且佢交通配套咧全部都有嘅。嗱，我哋遠處望一望，嗰邊咧就係我哋今晚嘅航空新城核心片區啦。即係遠處嗰邊。係啦，咁呢一套單位咧，性價比係非常之高噶。咁如果有興趣嘅粉絲朋友仔咧，可以聯繫 Hugo 呢一邊，帶你親自嚟現場去睇一睇呢一套單邊位嘅別墅。因為之前別墅有好多聯排啦、雙拼啦，其實花園係冇咁大嘅。正常嚟講，珠海目前二手在售有咁大嘅花園嘅單位，起碼都要過400萬以上。咁如果對別墅呢一方面有興趣嘅咧，記得 call 翻 Hugo 啦。咁好，今期嘅節目分享就到呢度，我哋下期節目再見啦，拜拜。